各位聽眾朋友，各位街坊老友記，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期嘅專題解密。今日要同大家聊一個同全香港人甚至全個大灣區都有切身關係嘅超級大新聞。冇錯，就係講咗好多年、萬眾期待嘅新皇崗口岸。特區政府正式指定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喺2026年7月31號正式生效，港方口岸區同埋通關安排已經進入最後嘅衝刺階段。呢個耗資巨大、重新改建嘅超級口岸，將會徹底改變我哋以後北上消費、深港通勤，甚至係成個大灣區經濟嘅格局。今日呢條片，我會用最接地氣嘅廣東話，同大家全方位、無死角咁拆解新皇崗口岸嘅一切，由具體地點、通關時間、周邊交通配套，到對香港人生活、對香港經濟嘅深遠影響，甚至兩地市民嘅內心真實感受，一次過同你講清楚。內容非常豐富，大家記住點讚、收藏、分享俾身邊成日返內地嘅親戚朋友啊！首先，我哋要搞清楚新皇崗口岸嘅具體地點。好多人成日分唔清落馬洲同皇崗。舊嘅模式係咁樣嘅，香港呢邊叫落馬洲管制站，深圳嗰邊叫皇崗口岸，中間隔住一條深圳河。以前大家要坐黃巴士過坡，兩邊各檢一次，俗稱兩地兩檢。新皇崗口岸嘅位置基本上就係喺原本深圳福田區舊皇崗口岸嘅原址上面進行拆卸重建。呢個新嘅聯檢大樓規模非常宏大，總建築面積接近69萬平方米，成棟樓高10層。最關鍵嘅改變係中央已經授權香港特區對新口岸裏面嘅港方口岸區實施管轄權。換句話說，香港嘅入境處海關人員會直接過河，進就到位於深圳福田嘅新大樓裏面辦公。大家以後去新皇崗口岸，只要一跨過深圳河，入到嗰棟超級大樓，你就已經同時置身於港方口岸區同深方口岸區啦。呢個地理位置非常優越，向東緊鄰住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正正處於深港融合嘅核心心臟地帶。講到大家最關心嘅通關時間同通關模式，新皇崗口岸今次真係可以用神級升級4個字來形容。第一，24小時全天候通關。大家放心，新皇崗口岸將會繼承舊口岸嘅優良傳統，繼續維持24小時全天候通關。無論你係凌晨2點想去深圳吃個海底撈，定係清晨5點要趕落香港開會，呢個口岸隨時為你敞開大門。第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以前去皇崗口岸簡直係各位街坊嘅噩夢，你要先喺香港落馬洲落巴士，排隊過香港關，過完關之後又要去排隊上黃巴士，坐幾分鐘車過 P。去到深圳皇崗又要拿住行李落車，再排隊過深圳關。如果撞正禮拜5夜晚或者大節當前，兜兜轉轉，上上落落，冇半個鐘甚至1個鐘都走唔發，折磨到行都行唔到。新口岸開啟之後，正式實施一地兩檢，採用全新嘅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模式。咩叫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簡單來講，就係排一次隊，影一次相，拍一次證件。新口岸裏面設有聯合查驗通道，香港同深圳嘅關員會並排坐喺同一個閘口裏面。你只要行埋去，將你張回鄉證或者身份證一拍，系統就會同步完成香港出境同深圳入境嘅手續。第三，通關時間縮短至5分鐘。根據官方同埋已經測試過嘅數據，用呢種新模式，旅客最快只需要5至10秒就可以過完一個關口。成個過程連埋行路，平均通關時間會由以前嘅30分鐘大幅縮短到5分鐘之內。而且因為唔使再坐接駁嘅黃巴士，街坊們再都唔使喺寒風或者烈日之下排隊等車，簡直係輕鬆舒服得多。一個口岸好唔好用，除咗過關快，最重要就係睇佢嘅周邊配套同交通接駁。新皇崗口岸喺呢方面做足了功夫，直情係一個立體化嘅超級交通縮冚。第一，深圳交通，地鐵、高鐵
城際無縫連接。過咗關入到深圳，你完全唔使擔心點樣走。新皇崗口岸大樓底下同周邊規劃咗極之恐怖嘅軌道交通網絡。深圳地鐵7號線已經直接設有皇崗口岸站，一過關就可以即刻落去坐地鐵，直達福田核心區、華強北等地。未來規劃線路將會接駁深圳地鐵20號線。更犀利嘅係，目前喺度起緊嘅水碗深城際鐵路，前海至皇崗口岸段以及深廣中軸城際，未來都會喺呢度設站。即係話，你喺呢度過完關，可以直接坐城際列車去前海寶安機場，甚至直接去到東莞同廣州，真正實現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商業配套方面，新口岸大樓內部同周邊將會無縫連接超過10個大型商場。你一出關，食喝玩樂、唱 K、安腳、買手信，行幾步路就搞掂。第二，香港交通7條專營巴士加6條綠色小巴。為咗配合新口岸嘅啟用，香港運輸署已經提前規劃好咗龐大嘅本地公共交通網絡，專門開闢咗多條路線，等大家唔使再好似以前咁辛苦去轉車。專營巴士路線直接由原來嘅3條增加到7條，另外仲有6條專線小巴路線，包括44B、44B、Sultans 878、79 SN 44B、616S 等，會提供全日或通宵服務，往返元朗、屯門、落馬洲同旺角等地。當然，傳統嘅長途跨境巴士、市區及新界的士，亦都會喺新口岸設有專屬嘅上落客區。政府亦都好體貼，考慮到初期交通流量大，喺原落馬洲管制站附近設置咗公共交通工具等候區，以防塞車。值得注意嘅一點係，喺東進東出、西進西出嘅政策下，皇崗口岸嘅貨運通關服務已經移走咗，新皇崗口岸將會變成一個純粹嘅旅檢口岸。冇咗那些揾食嘅大貨車、貨櫃車喺度塞住條路，周邊嘅交通環境將會變得更加恬靜、安全同埋順暢。講完硬件，我哋來講講軟件。新皇崗口岸開通，對我哋香港人嘅日常生活到底會帶來咩直接嘅影響？第一，北上消費變成日常下樓買餸咁簡單。以前返深圳一諗到排隊過2次關等黃巴士，好多人禮拜6日寧願留喺屋企瞓覺。依家5分鐘過完關，仲要24小時通行。對住喺新界北、魚上水、粉嶺、元朗、屯門，甚至係市區嘅港人來講，去深圳食個晚飯，行下山姆或者 Costco 買盒爆師傅，時間成本低到好似去隔壁屋村商場咁樣。香港人嘅生活半徑被無限放大。第二，深港跨城通勤與雙城生活成為現實。24小時通關加上一地兩檢的5分鐘極速體驗，會催生出更多白天喺香港中環返工、夜行返深圳福田居住嘅跨城上班族。深圳福田區嘅租金同樓價比香港平一大截，生活空間又大。對於好多香港嘅後生仔或者創科人才來講，呢種雙城生活嘅吸引力將會大大增加。第三，深夜娛樂與文化交流更自由。以前香港人去內地睇演唱會，或者內地朋友嚟香港睇張學友、劉德華演唱會，最頭痛嘅就係散場之後點樣返去。依家新口岸配合啟德體育園嘅特快巴士線，加上24小時通關，大家睇完 show 可以安安心心坐車返深圳過夜。深夜嘅生活多姿多彩，再都唔使趕時間。呢個係目前社會各界爭論得最犀利嘅話題。新皇崗口岸嘅開通對香港經濟到底係一劑強心針，定係一記奪命拳？我哋需要理性咁從正反兩面去分析。老實講，好多本地商界人士同經濟學者依家都好擔憂，新口岸太過方便，無疑會加速香港本地消費力嘅外流，零售餐飲業受衝擊。近年來，港人北上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阻擋嘅潮流。深圳嘅餐飲服務業性價比高，花樣多，地方大。新皇崗口岸開通之後，通關時間縮短到5分鐘，
全天候24小時隨時可以過去，即會令到更多香港人喺禮拜五黃昏或者週末成群結隊咁上去深圳消費。香港本地嘅中小型食肆、零售鋪頭，尤其是新界區嘅商場，生意可能會面臨更加大嘅壓力。旅客不過夜常態化。以前內地遊客嚟香港睇演唱會、玩主題樂園，因為深夜過關麻煩，好多時會逼住喺香港住1-2晚酒店。依家交通咁方便，新皇崗口岸24小時開放。高鐵、地鐵無縫對接，好多內地年輕遊客可能會選擇特種兵旅遊，白天喺香港玩，深夜直接坐巴士返深圳住酒店。咁樣一來，香港嘅酒店業、高級餐飲業同埋相關嘅高消費行業就未必能吸到呢批客嘅過夜消費流水。機遇與商機，創科協同與黃金引擎。雖然短期內對零售業有衝擊，但從長遠同宏觀嘅角度看，新皇崗口岸係香港經濟轉型嘅一個重大機遇。打通河套黃金引擎，新皇崗口岸向東緊貼住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5分鐘嘅快速通關圈，徹底打破咗兩地創科人才、資金、研發數據流動嘅壁壘。香港擁有國際化嘅大學同科研實力，而深圳有強大嘅供應鏈同產業化能力。口岸嘅升級，令到兩地科研人員可以好似喺同一個園區入面工作咁方便，有利於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創科產業成為香港經濟嘅新支柱。大灣區旅遊絲冚效應，新皇崗口岸不僅僅服務深港兩地，它之目的穗莞深情際和深廣中集及情際，將香港直接同東莞、廣州大灣區腹地連埋一齊。香港可以利用國際航空蘇冚嘅優勢，吸引海外遊客經香港進入大灣區。同時，大灣區內地城市嘅番大中產消費群，亦都可以更便捷咁來到香港，進行商務、金融同高端醫療消費，迫使本地商業轉型。正如部分學者指出，面對挑戰，香港本地嘅商界同政府必須牽頭推動商業區嘅轉型。不能再單靠以前傳統嘅買模式，而是要仿效歷史上嘅成功經驗，興建更多結合文化、體育、娛樂嘅新型綜合商場，例如配合啟德體育園，用體驗式消費同獨特嘅國際化優勢，重新吸引返港人同外地旅客。各位聽眾朋友，新皇崗口岸嘅啟用，標誌住深港兩地正式進入咗一個無縫對接嘅同城化新時代。5分鐘嘅通關圈，24小時全天候服務，立體化嘅高鐵、地鐵城際配套，呢些硬件上嘅大融合已經係大勢所趨，不可逆轉。對於香港人來講，呢個新口岸帶來了極大嘅生活便利同埋創科發展嘅黃金機遇。但與此同時，對香港本地零售、餐飲等傳統行業帶來嘅衝擊同轉型壓力，亦都係實實在在、避無可避嘅。面對呢個大變局，香港唔能夠怨天尤人，亦都唔需要過分悲觀。最重要嘅係發揮自身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國際化優勢，積極轉型，同深圳乃至成個大灣區並肩前行，將呢個挑戰轉化為推動香港經濟二次起飛嘅新引擎。今日嘅口播稿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新皇崗口岸開通之後，你最想坐邊條新巴士線上去？你又會唔會考慮去深圳過雙程生活？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同我一齊探討。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住要點讚、關注同埋訂閱我嘅頻道。我哋下一期專題再見，拜拜。